有啲嘅失敗唔係你嘅能力夠唔夠嘅問題，而係你喺關鍵嘅時刻裏邊度，你做咗啲你自己都唔認同嘅決定，講過嘅一啲嘅說話你做唔到，你曾經好確定嘅，但係最後都放棄咗。呢一刻最難面對嘅唔係其他人，而係你自己。喺路加福音22章記載咗彼得悲哀嘅一夜。耶穌被捉拿之後，門徒都四散，其實彼得都可以離開，但係聖經話佢遠遠地跟着。呢個畫面好真實啊！佢冇勇氣再靠近一啲，但係又放唔低喎。呢種掙扎咧係想遠去，但係又唔能夠完全嘅離開。彼得坐咗喺院子嗰度，有人睇到佢啊，就講啦：呢個人咧就係同嗰個人一齊噶。彼得就講啦：我唔認識佢噶。第一句出咗口之後，可能嗰一刻都仲有一啲嘅猶豫，但係踏出咗第一步啦，有一啲嘅選擇一經開始，後邊嗰啲都會變得好容易啦。接住咧又有人認出佢咯，彼得又再一次否認啦。咁到咗第三次嘅時候，佢就更加強烈咁講啦：我唔認識你哋所講嘅嗰個人噶。短短嘅時間裏邊3次否認，呢個彼得曾經講過嘅，我願意為你下監甚至死嘅嗰個人，而家就用盡方法同耶穌劃清界線。喺第3次否認之後，聖經就描述啦，雞就啼咗啦。同一時間，主耶穌轉過身嚟望一望彼得，呢一刻好寂靜，但係好重要，冇責備，冇對話，只有一個眼神。彼得想起耶穌曾經同佢講過，今日喺雞啼以先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然後聖經講佢出咗去痛哭。好多人會問，咁樣個反應係咪太懦弱啊？但係其實正正反映住佢仲係好在乎，先至會痛啊嘛。如果一個人對自己嘅失敗已經冇咗感覺嘅話，呢個先至係最危險。彼得嘅問題唔係佢有冇失敗，而係佢曾經講過好肯定嘅嘢，佢以為自己係可以嘅，但係原嚟做唔到。呢種嘅落差先至令人最難受啊！喺聖經裏邊度，彼得嘅故事冇就咁結束。呢一次嘅痛哭亦都唔係一個嘅終點，而係一個開始。如果你都曾經有過一刻，明知道應該做嘅做唔到，講過嘅說話你最後都冇守住，我諗我哋可以讀一讀路加福音22章54到62節，佢俾我哋睇到一個喺失敗之後點樣面對自己嘅生命。有啲時候真正嘅問題唔係我哋有冇跌倒過，而係喺跌倒之後我哋願唔願意嘅再站起身，我哋依然繼續喺呢條未竟之道上行走。